今趟行程最意外嘅收穫，1比1還原出世博高達舉起嘅手臂。新科技咧就有飛入花叢中。大家好，我係發比，歡迎收睇世博高達之旅。上集我哋一口氣點評大阪梅田 Pop-Up Store 超過60款限定模型。未睇或想重溫係撳右上嘅資訊卡。今集又要發動時光機留給你，我哋將會翻到去偵察 Pop-Up Store 同一日嘅3個鐘之前，亦即係4月11號下晝2點，睇埋同樣位於梅田嘅一個限時世博高達展覽 Gundam Next Future Final in Osaka。正式開始之前，希望大家 comment、like、share 呢個頻道，再分享玩具、模型、旅遊相關資訊，記得免費撳下方鐘仔 subscribe。又要出發去日本啦喎 ，Let's Go！ 我而家咧就係位於大阪梅田嘅梅北廣場。頭先咧就有個工作人員俾咗一張好 sure 我，入邊咧就係可以收集唔同嘅印花嘅。咁收集完印花之後，就應該可以換到啲小禮物。因為其實我而家有時間，咁不如我哋試下收集啦。第一個最近嘅 checkpoint 其實就喺法比柏開場嘅後面，亦即係今次展覽嘅主會場。不過我哋會留翻最後再深入偵察，而家先探索晒周邊嘅衛星展覽。估唔到行多幾步仲有意外收穫添。好，搞掂。我哋而家先去咗最難最遠嗰個地方，但係要去翻一個廣場喺 JR 大阪聯絡路。我哋要攞第一個印花。我絕對有理由相信第一個印仔就係喺前面嗰度。我哋一齊落去睇下。耷低頭，好寂寞嘅 New Gundam， 帶有陰影塗裝嘅 Gundam X 啊！當然唔少得就係巴巴托斯啊，1比1高達頭，仲有1比1嘅 G 刮啊，風鈴改裝型異形啊 ，Gundam H 獨角獸最大隻就係佢啊，俾大家睇下。原來頭先嗰度咧係唔可以吸引嘅，但係我哋已經揾到啦，喺呢一個位置轉一個彎。前面就可以吸到印，呢一度完成咗最難嗰個印啦。咁而家咧就可以翻去梅北廣場北面去攞埋最後嗰啲印。前面有3個第12屆 GBWC 嘅得獎作品啊，我哋過去睇睇。由我哋香港人奪得嘅 U14 冠軍，一個場景包含海水同岩石地形，原本隱藏喺紅魔蟹入面嘅吉姆俾對方識穿咗，所以死命以一敵二，整得靚之餘亦非常有故事性。U20 冠軍，相信睇個底座都隱約估到係嚟自中國嘅選手 G 高達撲克同盟伍小強。唔知點解我對眼係離唔開神高達隻左腳腳腕啊！覺得佢企到乸乸地怪怪地。當然用色同埋噴塗嘅實力毋庸置疑地高超。同樣嚟自中國嘅 OVA 21成年組冠軍，構台喺一隻超巨型嘅高達手掌上面搭載住 EXS 高達等機體。由自製零件、黑線佈局、分析塗裝，甚至輕微嘅戰損舊化，全部都真係更巧啊！我喺現場甚至 feel 到佢製作嘅時候嗰種專注，亦都係發比呢一生人入面最缺乏嘅嘢。睇完高手作品向左行，就俾我遇到今趟行程最意外嘅收穫。呢個環保系列咁就有免費模型可以攞到。其實正式嚟講，我當時係攞咗一個禮品組合包，入邊都包含咗幾多樣嘢㗎。第一樣就係手機版 GGN 嘅宣傳單張。遊戲首發當日發比，因為仲喺大阪啊，所以就冇時間玩，拖下搞到最後下載完，依家都冇正式玩過。跟住就係嚟緊7月將會推出嘅全新高達卡 game，呢個咧就唔止係廣告單張咁簡單啦，打開入面仲有一張卡送過。唔知呢款高達卡牌遊戲到時又會唔會激起另一波熱潮呢？因為最近見 Bandai 除咗模型之外，都真係幾有心機發展其他嘅周邊。第三樣係 Ecopla 高達環保系列嘅宣傳單張。老實講，作為一個模型製作者，每次接觸 Bandai 搞嘅環保模型，個體驗真心都幾差下。呢位高達君，我裝拆佢嘅手臂第2次啫，關節已經完全斷開，跟住咪死死地氣逼住買多隻咯。之前2集嘅 Pop-Up Store 發比都有同大家分享對唔同比例 Ecopla 環保模型嘅睇法，有興趣可以撳翻右上個資訊卡。終於輪到最後嘅免費模型登場，雖則話免費送嘅，但係說明書絕對冇馬虎，唔係一張爛溶溶嘅黑白印刷廢紙。見到全彩色之餘，紙質都係用翻平時正式模型說明書嘅質素，唯一欠缺嘅就係冇外盒嘅啫。模型方面全部統一做一種顏色，總數有2片框架，大約分成50塊零件，係一款比 EG 更加簡單，算係超入門級嘅款式。至於塑造之後質素到底係點樣，我會留翻將來揾機會拍片再同大家詳細分享。揾到北館3樓吸印仔嘅地方啦！除咗吸印仔之外咧，日本人個配套真係好強。
仲可以砌模型嘅地方啊！第3個印仔搞掂，4樓終點再望，最後4樓嘅印仔收集處完成，跟住就可以去前面高呢度領獎啦！搞掂晒4個印之後，就可以獲得貼紙1張。咁好老實嘅貼紙有乜嘢用啊？明白。但係其實咧，佢哋嘅目的咧就係為咗我哋去咗4個唔同嘅展區，就係包括第1個可以見到一啲實物嘅高達，第2個咧就係主要展區啦，第3個咧就係一個高達可以砌模型嘅地方，而第4個已經係領獎地方嚟㗎啦。咁所以一邊收集印仔，一邊睇唔同嘅嘢，都幾開心啊，係咪？行完大運就正式翻去主會場偵察呢個由4月1至14位於梅田嘅限時世博高達展。一嚟就見到 Bandai 用咗大約15000塊廢棄框架，1比1還原出世博高達舉起嘅手臂，成件事真係幾壯觀。希望睇到呢度嘅觀眾朋友撳 like、留言、share 支持，發俾收到你哋嘅能量就會更加努力出片㗎啦。今年係高達45週年，見到又係一個里程碑啊！高達45週年嘅各個主角。Fun to Build Gunpla，日本人會推薦邊樣嘢去 Fun to Build 呢？第一樣當然就係 EG 高達啦，而第2樣就係我哋嘅 HGG Guax 啦。新科技咧就有。好靚喎！呢一個命運高達後面嘅嗰對翼啊，另外咧仲有我哋個個都有啲驚嘅，用新物料造成嘅高達軍啊！至於新產品就有佢哋3隻，第一款係 MGSD 風鈴高達，預計今年8月推出4290 yen。睇翻之前3隻自由巴巴托斯同飛翼零式 EW， 估計呢個系列都係想 keep 住出非 UC 初代主角機。咁啊老實呢隻風鈴我自己就唔太期待嘅。不過為咗流量，到時肯定又要超能力入手，所以我更加期待第5隻會唔會係出 OO 嘅初代人氣王 X 啊！第2款新產品係 RG 飛翼高達零式，預計今年9月發售4620 yen。論機體人氣 ，TV 版嘅飛翼零式絕對有一大班死忠發俾係其中之一。鑑於之前已經推出咗 RG 艾比安，可以儲齊一對宿命機，其實已經係一件好夢幻嘅事。但係我哋又可唔可以貪心啲出埋 RG 版本嘅新版4小強？最後一款新產品人氣吸引力各方面相對上就低好多啦。HG 卡爾 CJ 預計25年8月發售2750 yen， 出現喺 Double Setter 故事後半段，由夏曼率領嘅新照顧軍量產試驗型 MS， 定位就類似渣古咁嘅存在。再補多一樣連實物都未見到嘅新產品，久違嘅 PGU 第2彈，今次係高達最強人氣王 RX93 New Gundam。發售日未定，價錢都係未知，但係唯一唔需要懷疑嘅一樣嘢就係一定夠極吸引。大家睇清楚，後面有埋浮油炮㗎，斷估唔會咁 PK 又分開嚟賣啩。呢一紮係嚟緊新出類似 Gundam Artifact 嘅新系列，不過咧就係 SD 戰士版本，機動武鬥傳30週年。30週年呢類大日子唔出翻啲重頭嘢就唔叫 Bandai 啦。Metal Build 神高達預計今年8月推出44000 yen。啱啱出嗰隻 MB Setter 身形比例引起咗唔少嘅熱議，價錢亦都炒窿咗。咁我睇完神高達嘅實物，大家可以放心啦，比例係非常靚仔嘅，可動性亦都唔需要懷疑，相信會成為前3隻最高質嘅 MB 之一。發俾大膽估計，應該又係留到今年12月，食住高達45週年個堅力，加埋聖誕節，年尾再殺一波，等你哋冇仇報啊！最新高達推嘅主角 G Guax。仲有呢一部1比30嘅另一個主角紅色高達，到底佢哋又會唔會引發另一波高達嘅新潮流？第27彈 Gundam Converge 比較吸引嘅有左邊 GQX， 右邊 Sith Freedom 爆甲魔蟹，仲有左邊第2隻應該係馬莎專用高機動型渣古2。嚟緊將會推出嘅 Robot 雲 Side MS-G Guax， 幾靚仔喎！跟住係 Metal Robot 雲嘅紅色高達。當然唔少得嘅，仲有同樣係 Metal Robo 雲嘅白色高達。哇！呢隻 Hello 我中意啊，幾時可以買翻屋企啊？下面嗰3隻咧就好似有啲膠咯。如果中意砌模型嘅話，嚟緊呢年相信都好忙噶啦，因為隨住 GQX 嘅動畫開始連載，相關機體有大量 HG 角色模型，亦都有 Figure Standard 等等一堆模型排住隊搶住出閘。其實作為一個高達模型 YouTuber， 有時都好矛盾嘅。見到 Bandai 瘋狂推出新模型，代表你永遠都唔怕冇新題材。
但同時我又唔想每一隻都求其組裝完，拍完條片就咁算數。始終內心嘅高達魂一直都呼喚住，我要好好用心完成每一隻模型。問下大家意見，你哋習慣會選擇慢工出細貨，定還是更加享受不斷接觸新模型嘅衝擊？下方留言話我知。最後快速睇埋世博高達嘅相關展覽。太陽能電板高達啊！佢係咪要推薦呢一個廢物利用啊？哇！後面呢個密集恐懼症搞唔掂啊，好恐怖啊！我覺得仲有一大堆世博嘅精品。咁到底到時世博係咪又係可以買到嘅呢？就算抽唔到高達館，因為我就係仲未抽到嘅可憐仔啊！飛啊飛啊飛，飛入花叢中。咁樣大家一齊欣賞到最後嘅影片，有趣有料，幫助佢啲免費 subscribe、comment、like、share。下集我哋將會翻香港一齊睇下發比金堂行程到底入咗乜嘢高達模型。一定你哋，下次見。